今日教大家菠蘿炒牛肉粒，今天教大家菠蘿炒牛肉呢。呢個菠蘿化骨龍坐神灣買返嚟嘅，呢個菠蘿化骨龍坐神灣買回嚟嘅。切頭菠蘿啊，切頭，然後飛釘，然後飛釘。神灣菠蘿就算係溏心嘅都可以食噶。神灣菠蘿就算係溏心都可以吃噶，今次就唔使頂你嘅肺啦，今次唔使電你嘅肺啦。菠蘿切成一粒粒，菠蘿切成一粒呢，鑊落油，呢鑊攞油，放啲牛肉粒落去煎，放啲牛肉呢落去煎，煎到咁上下翻面，煎到咁上下翻面，俾根生粉，俾根鮮粉。俾啲豉油，俾啲豉油，俾啲黑椒粉，俾啲黑椒粉，啲蠔油，俾啲蠔油，啲水加啲開水，冚唪唥倒落去，冚唪唥倒沙司，醬汁淋上醬汁，冚蓋及蓋，大火收汁，大火燒豬，牛肉粒索晒菠蘿的精華，牛肉粒索晒菠蘿的精華，幾哩good。